的。讲到再生医疗想法草案要进行第3届协商啊，早起医改会顶有几落个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，因是烦恼讲这行政院版本的草案内面，再生医疗技术这片范围唔拿范围宽，这标准搁在放零，将有可能影响到病人的安全甲权益。卫福部长史水官表示，这寡问题唔是袂当搁再修正的，也是爱看协商结果。立法院最近会就再生医疗法草案、甲再生医疗制度条例草案进行第3届协商。不过，即马所传出卫福部伫执政党的施压之下，第9条会改登去原本正院的版本，也就是医疗机构只要有付款许可，都免依再生医疗制度条例规定申请药品许可证，或者是有付款许可。早起几个民间团体共同召开记者会，烦恼正院版本的草案的再生医疗技术执行的规范，唔那大而且伤灵，互有执政党唔通互政治塔起哩病安甲伦理的顶悬。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说，它其实宽松的结果不止在临床实验，在审查许可规范上面过度放松，万一发生不良的结果，病人端要去举证。要去求偿都是相当的困难。缺乏符合国际规范的科学审查，怎么能够保障我们的所有的产品能够进入跟国际法规的接轨？立法不应该背离确保再生医疗之品质、安全及有效性之意志。民间团体认为讲，再生医疗想法推动的前提，应该是建立伫咧公共信任、甲病安保障病房的情形，而且以实践为基础，慎重而且具体为源头把关程序甲品质，才有可能扩大再生医疗技术下用的范围。我们在这里面涵盖了大部分的细胞治疗，可是呢，甚至连人体试验必须要完成至少2期到3期这样子的法定的文字，其实都没有落进去。有几个争议性条文会透过协商来做处理。不过原来的条文如果那写的不够精确，各界产生误解的部分的话，那文字上面并非不能说再做修正。史水官强调讲，文字不是袂当阁修改，不过要是爱看协商的结果才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